美国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罗斯赫曼理工学院研究中国问题的格罗斯教授的一项新研究显示了同样的逻辑，今天是如何在新疆起作用的。在学术刊《民族与种族研究》刚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格罗斯从中共正将维吾尔族文化的所有表现形式，从语言到宗教信仰连根拔起这一背景开始说起。数百万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在可怕的教育转化营里，还有100多万汉族亲戚被派驻到维吾尔族人的家里监视他们，并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格罗斯重点关注中共对维吾尔族传统民居有计划的破坏，这些房屋最重要的部分是苏帕。苏帕是一个高出地面40到50厘米，由泥土或木材切成的平台。维吾尔族人和他们的客人会坐在苏帕上，在上面吃饭，举行启明、割礼、婚礼宣誓等宗教仪式。格罗斯认为这将宗教与世俗融合。维吾尔人会把名贵的织毯铺在苏帕上，也会挂在苏帕周围。相应的，维吾尔族人的住房都建在当地清真寺周围。这就是维吾尔族文化的核心喀什老城会被摧毁的原因。正如我们上个月所报道的那样。7月13日，美国驻荷兰大使胡克斯特拉先生会见了维吾尔活动家和荷兰维吾尔社区，以了解维吾尔人的当前情况。据悉，这次会议是由荷兰新成立的维吾尔人权基金会和荷兰东突厥散教育协会组织。维吾尔人权基金会首先宣读了一份感谢信，他们在信中感谢美国政府最近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维吾尔社区还表达了采取更有效的实际措施对中国官员，特别是对负责镇压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的实施制裁的希望和愿望。胡克斯特拉大使说，他对美国政府最近实施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表示欢迎。他表示，他希望荷兰政府也采取类似的法案，制裁镇压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他希望为此付出努力。他在讲话中还提到了维吾尔人阿布多埃尼在阿姆斯特丹水贝广场上的单人游行。他表示，他最近访问阿布多埃尼的图片展览，并表示支持他的活动。胡克斯特拉还听取了维吾尔人关于在东突厥散被关押的维吾尔兄弟姐妹的程序，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案，宣布移除美国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并再次谴责中国未能及时控制武汉疫情。特朗普14日在白宫玫瑰院召开记者会，宣布签署香港自治法案与移除对香港特殊优待。我们都看到了发生了什么，情况并不好。特朗普说，香港人的自由权利被夺走，香港随之而去。在我看来，香港再也不能跟其他的自由市场竞争。特朗普又表示，美国将同等对待香港和中国大陆，施以同等关税，并不再对港出口敏感科技。特朗普抨击中国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多年，并将世界卫生组织变成其傀儡，并欢迎英国当日宣布的华为禁令。中国对南中海大部分地区近海资源争议性主张遭到美国指控完全非法，北京也第一时间反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13日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在南海的野心没有惯容性的法律依据，并说北京多年来一直使用恐吓手段对待其他南亚沿海国家。他说，我们明确表示，北京声称拥有南中海大部分地区的近海资源是完全非法，其控制这些资源的未必有利方式也是非法。中国驻美国大使发言人周二就美国国务院涉南海声明发表谈话，强烈反对美国对中方无理指责。声明中强调，美国无视中国和东盟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等努力，肆意歪曲南海有关客观事实，渲染南海地区紧张局势，挑拨中国与地区国家关系。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在14日的内阁会议上报告了2020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防卫白皮书在新闻问题上高度警惕中国的动向。
防卫白皮书在谈及武汉病毒疫情在世界流行对于军事的影响，在谈及中国的动向时指出，中国正在做包括散布虚假消息在内的种种宣传工作，使得已形成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秩序为目标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突出。在谈到钓鱼岛问题时，防卫白皮书强调，中方在执拗地继续试图改变现状。白皮书还谈到朝鲜核威胁和亚太地区局势等。